屏東九如農會呢是協助農民來使用會當增加甜度的鉀肥來試種蚵仔，後來發出來是超過8斤重，而且長度呢超過40公分的大蚵仔，是一般蚵仔的3至5倍。這民眾看到攏表示真神奇。40嘛，到這邊40公分。用笑牛落長度40公分，一隻手提無法，要用雙手才摸會起來。這粒外形像炮彈的物件，其實是蚵仔。九如農會輔導農民改種，經過8個月的種植，培養出新款巨無霸蚵仔。上大粒的長度超過40公分，重量超過8斤，是普通蚵仔的3至5倍。民眾攏講毋捌看過這麼大粒的蚵仔。頭一擺看啊大粒，1條分的都足濟啊。大蛙雞也是很大，番薯也是很大。現在是芋頭也那麼大，所以我就想說，這是不是巨人超商哈？九如農會總幹事強泰文講，一般種蚵仔是使用技術肥料，唔過攏會帶着葉仔含花，農作物更較有蟲害。試用增加水果甜度的鉀肥，發現除了提升抵抗力甲品質，佮幫助作物生長，才會發出這麼大粒的蚵仔。進前試用佇豆莿和番薯，攏發甲比正常的大幾十倍。這屆協助農民試種，算是成功改良。這澱粉那是要成熟時，你鉀肥大量給它供應，還有元素夠的話，就會長得綿密而且巨大。鉀肥有夠來講伊纖維少。反正營養液料，伊纖維無，啊個爛像這蚵仔規條無蚵底。總幹事表示，雖然蚵仔發甲這麼大，但是切開攏正常無拗，肉介飽，口感鬆綿，食起來和一般蚵仔同款。農會希望持續輔導農民，提升種植和壓肥技術，種出更較有特色的農產品，替屏東農業打造新的價值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